母语是代表妈妈的话，也是代表着咱家己的历史甲家己的文化。所以伫咱世界母语日，咱希望讲咱台湾同款会当做伙来推送，尤其会当将咱的母语呈现伫咱即个每一个角落，互咱的人会当知影讲家己的国家、家己的主权、家己的所在、甲家己买的物件。我相信这才是咱的基本价值。所以咱希望讲大家共同伫咱世界母语日当中，大声喊出咱家己的母语，大声讲出咱家己的母语。我相信这才是咱上基本咱文化价值甲历史的价值。